除了政治上的矛盾心态，在生活方面，使得讲马嘅资源如毛嘅香港，无论水田物资，也算农产，也都民生必需品，如爱意识中国。不过，安尼看起来，去交俾关系，才认证中国学生嘅去香港读书，亦能讲跨境求学。韩国中国是在野外去到香港用子，安尼嘅送费，如去野外路咩香港人也很多争议。有到中国游客本人唔好嘅感觉，韩国有几多嘅水货客去抢买香港民生物资，下造成香港中国之间嘅冲突。一个公众情节，都变做香港主权移交过后一次最难解决的难题。杨新建、王启文那等成员呢看的书，同其212班的成员呢就地建构建来认识抢菜果子，希望成员呢快快乐乐的生活状态。你看到我的图书，其实全部都是卡通的图书，我希望他看到的东西都是开心的。成员呢受到甜甜，唔知也外已经开始为伊的将来提起烦恼。也纪念中国学生的跨境读书的情景过离开，也就会当日对中国去到香港读书的成员呢，渐渐的有上班生意。香港的教育资源本人抢走，做出唔系新闻呢。因为每一天都有150的人中国人过来，其实上水啊，跟那个大埔附近的元朗、屯门。已经很多学校已经给他们抢走了。它会让我们真的很想去读那家学校的人啊，或者是那个福利本来是应该我们去拥有的，我们就会比较难。哪些学校很多都不是以香港的小孩子为中心的，很多都是一些所谓跨境的血统。但是哪些资源上面的分配就出现问题。比如说，我是一个住在北区的家庭。其实我在找学校可能也有麻烦，每一年我们都会听到，他们要通宵去排学校，香港人要通宵排学校，这几年一直在发生这个事情。覺得好未請舉手？我唔認我嘅。就地平常嘅食材，如係嘅阿婆自家準備，當日早上阿婆如係去市場買切嘅食材，一條攤喺巷邊嘅各種農產品，叫上客家如係中國來嘅。香港對嗰條食材安全冇，其實係個矛盾呢。沒辦法啊，很多香港人他們很抗拒大陸來的，都抗拒他們，很多衝突。可是我們很多也是要靠大陸吃，沒辦法。香港因為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大陸供應的。唔但搶食落肚嘅東西，面積按細嘢嘅香港，就連水田更加就意思中國來用嘅。唔過做也可殺，就唔係香港人嘅送費。韓國跨境求學也有爭議，是知道香港人佢無法吞元素社會資源同福利本人搶走。香港同中國也當中嘅矛盾佢難剔透。喺邊境巷嘅都市送水，韓國因為嗰多人提嘅買賣水貨發生嗰度衝突。因為之前是隨便進出的，所以上水這邊比較很亂，人太多。就好像你看那個人，那個大皮箱一個個的，現在是比較少啦。很多皮走水貨的，現在已經比較少了，人還是那麼多。由於本站大堂 A 入閘口現在比較擁擠，乘客可以使用其他入閘口。謝謝合作。兩日嘅送水貨查站年來年去，早得講30年就頭等一個行李箱。對2003年開放自由行，中國人去到香港、韓國呢片韓國家，韓國人民幣換港幣嘅費率政策，是知道香港嘅東西比較起來韓國便宜。2008年，中國表出上次搶惡同嫩粉事件過後，水貨客去買嫩粉、藥權也到民生用品就買到黑卡殼。路行乃就看得到，一旦買到東西，就抽屜本好些，總好些，和頭等行李箱往大這個，唔顧平民的安全。坦白說，上水人是不能夠接受這個情況。最大的變化就是我們出外的時候，挺覺得危險的，因為這個旅行箱到處亂走，其實
比如说我有小孩子，我会怕把他带到上水，怕给人家撞到。嘉比芒吉乡芒吉乡人，乡嘅按到上水沙附近嘅人去上。一度空買嘢麵包，愛吃愛狂吃，唔係去同人到來買嘢。這是麵包，是我們自己做的。昨天嘉比糖度貴次菜葉享受路線嘅時光，家嘅一三門是從係兩個無共用嘅世界。腦杯水貨客幫打出個亂紛紛嘅情景，已從全無關係。上水新公家也看嘉比糖，做得講係菜天人一定享受嘅比數。其實它對於我們上水人來講，其實它是一個心靈惠子，是這裡的綠洲。他們在外面其實很潮，很多人就那些水貨客就到處亂走的時候，他們就避進來。對，有一個比較安靜一點嘅時間跟環境，給他們放鬆休息。唔好樣樣嘢都太過從從商嘅角度，或者一個高利潤嘅角度去睇咯。而家好多時候都會係拎個利潤過高裏面咧，爭緊啲人情味，嗰個貧富懸殊都係強烈嚇。即係如果喺一個已發展嘅地區嚟講，即係咁樣，咁未必係咁好。需要多翻啲人情味。一下講到上水，做得講大家就會想到水貨客。現在菜天然嘅感情，本也發展到按家嘅水貨客嘅生意，影響到華拉拉咧。因為按咧，也看嘉比糖3月韓團都紅紅起來，攤另一場攤工期屬吐水，希望見面會有韓國度嘅互通、韓國聯絡。起碼咧就令到社區人士關注，同埋成個香港嘅傳媒都關注。關注上水，好多時都會問：上水水貨客呢條街搞鑊啦，呢條篋就好多嘅。星期日咧行就好多人嘅，咁但係真係聯絡社區人出嚟玩咧，其實喺近呢幾年咧喺上水呢度好少搞，亦都未搞過類似嘅活動。充滿理想，提上水日嘅港亞島就係愛存錢嘅素材，可以看有年前面嘅嘉比糖。我建設係等等就面對契約年代就愛到期，喺順頭嘅店主佢嘅記合嘅情形下，更怕未愛洗走。基本上我哋嘅租金係咁一齊上緊，咁我哋只不過係煮咖啡嘅，咁其實咧就都做得幾辛苦下，特別係呢2年，因為個變化更加急劇咯。佢租金嘅上揚咧，都已經係相比起5年前咧，就倍半到嚇。喺我所知咧，有一啲附近呢度隔離嘅鋪咧，有啲上到2倍，即係5年前嘅2倍半添。雖然2年前中國政府愛減少水貨客嘅亂象，對有效期內做得搶啲擺去旗下擺無限制，改做1禮拜去1擺，也就係呼吸提陳準嘅人1禮拜去香港捐好1擺，唔估冇乜效果。一簽一行會唔會減少咗咧？會減少咗，但係唔係減少咗好多。最大問題就係咧喺上水呢個嘅負荷已經係負荷唔到啦。佢呢一個嘅商業行動已經破壞咗上水呢個嘅生態。水貨客要卡收地咧，業主去到按個沙點唔下來，也看提上水可以是工人嘅天氣行整體氣行前從太澎湃，因為屋主去屋水去改道，對佢產業8萬元以下被去到20萬元香港錢，大概係新台幣80萬元。條價大拍講，搶咗菜天然嘅生意，原本無才挑夫按貴嘅屋水，因門後就愛細隻嘅紙條，看起來行個無奈何。按你嘅情景，按當然提上水乃就看得到。因為在自由行的水客就太多，搞得本地生意沒辦法做，越來越難買，但係就會越買越貴，因為你租金太貴，你想做那個價錢就一定要貴一點才賣給人，才有維持到租金，要不然你做不下去。但是太貴，你有人家不幫你買，因為價錢要很合理的價錢才可以。對面都係拖鞋賣拖鞋啊，賣衫嗰啲啊，係咁樣，即係未係咁，因為而家全部都過咗，所以唔會做，即係佢哋走之後
個水貨嚟咯。也靠5間紅路店有重重嘅菜天宴客來交關，生意真做得。我頭家見分頭講，鋪啲多少，賺啲錢根本比唔贏屋稅去到按多。賣的東西呢，租金都不夠啊，很貴啊，租金很貴啊，一到期啊就1倍啊，一倍加上啊，加到了吃不消了。前點嘅見快見到，上水看下去改從經濟依發展，40號買嘅東西囤點嘅見來見大嘅，貴神神嘅嘢件皮、化妝品、藥品，每日都落起。菜天宴上外賣地位簡單嘅生活用品，見來見難。變化就好大啦，大話咧都30幾年啦，我喺度以前上水咧好多舊嘅小店嘅，好多細嘅鋪頭啦，咁但係而家大部分咧都變晒做啲藥房啊、化妝品啊。附近啲大嘅譬如商場都係賣晒單清一色嘅貨品，主要係賣一啲化妝品啦、一啲金器啦、一啲嘅好貴嘅名錶啦。咁基本上你唔會經常或者唔會入去睇嘅。有很多我們小時候吃的東西，現在都沒有了，現在都只是藥房。但是因為要應付其他的需求，就整個區都變成了這樣子。我們可能要買一些比較品質好的食物，也沒能夠找到。或者是我們之前有一個窗簾的店鋪也已經關了，傳統的茶葉店也關了。我冇插隊啊！冇插隊啊！我哋插隊唔得㗎，你唔好插隊啊！香港主權移交過後，同中國的關係見來見親，互通見來見到，每次知道香港同中國還看矛盾。他們覺得他過來搶你的歷史是應該的，沒有我過來你們沒有得發展，我們是給你好處才過來，但是其實不是這樣嘛，他們什麼公益也沒有，但是拿了我們的政府拿了我們的利益，其實不能夠的。經濟上或者社會上資源上嘅一個碰撞或者爭奪，肯定係其中之一。譬如所謂自由行嘅陸客啦，雙非孕婦啦，單程證等等咧，都令到香港人有一種感覺，就係原有香港自己嗰套社會制度啦、經濟模式，似乎受到越嚟越多中國大陸嘅人，無論旅客啦，或者係即係單程證嘅人士又好，或者咩都好啦，咁受到一種嘅侵蝕。坦白說，他們的需求，我們了解，但是他們人真的太多。我們這個小小的香港，現在回歸中國，但是我們真的應付不了這麼多的人來到這裡，去採購或者是應付他們的需要。其實坦白說，這一個產資源的其餘應該要政府他們自己看得通、看得懂。我們所謂的一個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他其實在他思考他的政策的時候，其實是跟香港一般民眾好像是無關的。這一些的權利都應該歸於人民。而這個也應該是我們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香港有自己的權利，先把它拿回來，然後我們再可以去在各個方面去跟中國去談出一個其實我們可以接受的狀況出來。這個其實，但我們在這方面，其實那個民眾的想法其實是比較還沒有真的發展出來。上咗夜去香港買東西嘅中國人客帶動嘅香港嘅人額，同時未見證隨貨客去買東西，從數位樣嘅香港人冇辦法接受夜面夜入來到廿位人客數字，見團結等人壓起來又改到嘅議論。香港主權移交俾中國20年呢，唔過香港嘅年輕有本盡希望可以來實現硬的事。